入去睇下呢個診所嘅佈局先。前台採用咗溫暖嘅木紋條板，視覺上更加柔和嘅感覺啊！到頂嘅儲物櫃最大化利用垂直空間，大幅增加收納容量啊！長凳採用一體化長條設計，大幅增加就診同休息嘅座位數量。採用透明玻璃門板，完美聚焦展示證書、獎牌或裝飾品，大幅提升專業質感同層次感啊！採用貫穿性嘅通道設計，寬度足以容納醫護人員或移動大型嘅醫療設備。採用耐用、易於消毒同清潔嘅不鏽鋼材質，提供良好嘅通風同觀察視線。龍門設有安全鎖扣同吊掛位置。獨立嘅就醫空間，採用 X 型剪刀式升降方式，方便醫護人員根據唔同體型嘅動物或手術角度，靈活性調節高度。